起时你会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来得我的耳朵，若你应我，我要入你的心田，写念你极大的字词。我心敬虔，我要对你的心田敬爱你。这是咱做伙吟诗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圣诗第35首，圣诗第35首。我心实在学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性命免得灭亡，亲身实意敬尊，请咱起立来唱首。课英文第3篇就是诗篇第8篇，我来解，咱大家三甲来用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，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定力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世间人是甚物？
你少年伊，你互伊比天赛儿仔较输，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这是一切羊甲牛，天中的鸟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！是罪归主这边来分对分龙，是罪轻做轻丁，带众人遵从。啥人愿当世情，出阵做义丁，啥人我主这边欢喜来进行。主有救赎恩情，早替我受死，我要归主这边，我永远属你。请咱起立来传授。我
赐阮宝座前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赏赐互咱的平安甲福气。伫安息的主日，互咱兄弟姊妹三甲聚集伫圣殿内，用虔诚的心来敬拜你、学劳你。阮献上满心的感谢。今仔日是3月份的第1个主日，也是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。伫遮也有侪妇女姊妹伫人才做酒会、灵修会顶面，积极充实家己、装备家己，参与伫宣扬福音的事工中。伫旧的年日内，阮所做的工有够厉害的。求阿爸爸你赦免，也求你用慈悲、怜悯来撤销着阮的过失，也恳求你赏赐阮的智慧，甲加添阮的气力。伫过来的年日内，还佫有侪的事工在进行。求圣神的保守甲亲自的带领，互咱会用做佫较侪合主心意的服侍。伫咱的兄弟姊妹中，有离开家庭的，出外读书、做工课的，求圣神的材料保护甲看顾。也有兄弟辛苦白疼、身体欠安的，也恳求圣灵的医治，互因得到帮助，甲心灵上的安慰，赏赐因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。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祈。阿门。开始，咱请妇女团结。今天咱所要献的诗是圣小家己的日子，圣小家己的日子。